中村健康素食餐饮有限公司总经理，也是台南市烹饪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张宝仁，以后中岛带领真侪工会理干事以及会员，做伙来到随和一直中心关怀者万杯天赛。除了早来美味的餐点以外，也特别准备了5万块的善款，要来捐赠给随和一直中心，出钱搁出力付出，使人感动。非常感谢台南市烹饪商业同业工会，今天呢特别带了好多的美食到我们中心来，让我们的大小朋友可以享受这一份的美食，这份的爱心。然后商会同业工会呢，其实不是只有今天，他们经常像丰州啦，像美之城啦，它也是不定期的也都会到我们这里啊，就是跟我们分享，跟我们同乐，真的非常的感谢理事长所带领的这个工会对我们所做的一切。结合工会一个理念相同的人，做伙做爱心。希望借此唤起社会大众对着弱势关怀。理事长张宝仁也特别感谢中立大餐厅于晨美月常务理事用心制作爱心餐点。台南市烹饪工会这一次主要来瑞富爱心赠餐。那因为瑞富在地已经50年了，对我们的弱势的团体，他们都很照顾我们的小孩子。那所以烹饪工会这一次准备了100多个餐点，还有一些现金来捐助，来帮助瑞富。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让社会上更多的公益资源能够来帮助瑞富的大朋友小朋友。随后一直中心在民国63年成立，至今已经将近50年，服务发展trí範婴幼兒、心智障礙甲多重障礙人士的日間照顧機構，積極提供個別化教學、訓練、復健等服務。望這萬杯天賽會當發揮潛能，增進獨立照顧家己的能力，並會當融入社會。參與社會生活，因為有人的所在就有愛，有愛的所在就有希望。台南新聞張碩維採訪報道。